你告诉了了，他，林姑娘病重，他们怎样子？姐姐，我要问你，快讲吧。不可以，真的要去吧？你说什么？不可以，真的要去保护娘了。现在今夜生气，新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上帝吩咐了，还不让我们知道。这先生怎么就这样狠毒冷淡我？怪不得令他便是个人恰原来五姑娘不见那王子弟，提心上那浑身是问来推王的身儿。下有朋友，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真想不到你我是海边新日天，发了心那一方就门。姑娘，起来吃呀吧。姑娘，你再吃一点吧。哦，子君啊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能够死你，姑娘？若今人花模样，翻开你每张书封
你把我的私房子拿来，姑娘。
我要紫娟姑娘说几句话。紫娟姑娘来。紫娟姑娘，刚才老太太和奶奶商量过，哪边要用你使唤呢？周妈妈，你心情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四孙子会出来谈使唤的。只是林姑娘，我有个气你。紫娟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早晚是的，可我怎么去为兵上的呢？周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的神。二爷之情瞒不了的，你何必整理对起把名菜？那便是一片喜气生日你聪明能干一大堆，你要我自觉有用，在经上提花我一不啊会自觉你，我自觉今日里这愿听病榻旁边爱唱我，就不同那东方烟上换白把这姑娘对了气，该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不争我也是说他去给个女婿呀。好吧，那就让谁跟我去吧。啊，你们一个都不去，上都是少不过神的。
指望与你临结共欢笑，谁知道风雨无情苍无边。从今儿你手中孤雁相随。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。